主后2025年10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恩典的滋养，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西结书47章第10到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7章。迄人带我转来圣殿门口，我看见有水对圣殿的护顶下面冲出来，楼院东边就是圣殿大门的方向，水对圣殿的正边，经过祭坛的南边流落来。然后伊阁带我对北门出来，带我对外面踅到东边的外门，有水对门的南边流出来。迄人摕牛尺对门口往东行，量500公尺，叫我撩水过去，水淹到骹目。伊阁对遐进前量500公尺，叫我撩水过去，水淹到骹头污，阁对遐进前量500公尺，叫我撩水过去，水淹到腰。伊阁对遐进前量500公尺，水涨起来成做河，无人会当撩过去，只有会当用受的。伊甲我讲：人子啊，你有看见无？了后，迄人带我转来河边。我转来的时，看见河的两边岸有真侪树。伊甲我讲：这条河流往东，经过约旦河河谷，进入死海。河水流入死海，会互咸水变做正水。这条河经过的所在，拢会充满各种生物，河里会有真侪鱼。这条河互死海的水变正水，流过的所在，逐项物拢会活。伫遐会有真侪掠鱼的，对阮基底到阮以色列的岸边，会变做曝网的所在。死海的鱼类会亲像地中海遐尼侪。毋过，死海附近的湿地甲水库的水无变正，流底做盐。这条河的双边岸要有各种树木生长，所结的果子通做食物。叶袂干，果子出产袂长。逐个月有新的果子，因为对圣殿流出来的水润得才会收。果子通做食物，叶仔通做药材。恩典的滋养，一对少年的牧者夫妇伫乡仔内开拓一间细间教会，因为信徒人数少，资源有限，牧者夫妇必须另外找工作，趁钱来支付聚会场地的租金。一位最学的学生好奇问讲：教会还会当继续维持落去无？牧者夫妇回应讲：上主的恩典够用，伊会互咱拄好的恩典。拄亲像因所讲的，教会常常经历拄好的恩典。伫会友感觉欠缺的时，恩典总是及时到位。后来，教会并无亲像一寡会友所有期的安尼，人数增长，资源变济，反倒等有袂少人去无共款的教会。因为牧者夫妇领受的异象，就是向散车人传福音，互使遐个社会加较阶层的人，互因经历上主的恩典。若是安尼经济真严的会友，并无够遐能力共同支撑一间教会。伫安尼的情况下，
即对牧者夫妇后来会境遇安怎呢？以西结书47章，互咱看见一个画面，有水泉对圣殿流出，水流过的所在拢有生命。对地理环境来看，互人学得理解，但是透过历代的传说，大多数认为这无法度按字面来了解的寓意，表明上帝搁在临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，新的圣殿将是恩典涌流的中心。经文描画的画面，水泉流出来的方向、方式和水量，互人意识到对上主来的恩典，毋是集中伫圣殿，是流到远远的所在，甚至若学互生命存活的所在。水流若深若阔，水泉对圣殿流出，影响渐渐扩大，甚至兼甲生命学得存活的死海，都因为恩典的水泉变做正水，生命得到滋养。就算河流沿岸的小滴和水窟仔也是咸的，河的两岸却有逐种树木生长结实，通做食米。甚至河畔的树木，每个月拢会结出新鲜的果子，互人得到饱足。信靠上主的人，受呼召见证的，就好亲像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。顶面所讲迄对牧者夫妇，伫多年后游园带节牧养，上主继续使用因服侍散车人，尽管教会依然弱小，上主的恩典却袂捌离开。上主赐予即对夫妇透过即场工作，吸引人来认捌信仰。因透过信仰造就，帮助人伫即场为主做见证。多年来，因袂事行入最深的所在，看起来若像是一无所有，却是逐样拢有。服侍的对象若欠缺，上主的恩典若充足。真侪人因着因得到福气，当然，迄位提问的主要学生也因为安尼，对主的权能深信不疑，回应呼召去读神学院，乐意受装备成做牧者。以西结的异象带予长龙时失落信仰、失去家国的以色列人愿望，但这个异象也带予信靠上主的人崭新的眼光，互人看见上主的心意，毋是停滞伫人的欠缺和罪恶之中。当咱犯罪时，上主的管教虽然互人艰苦心，但是伊搁较要一点一滴管压咱，互咱的性命通得转化，成做伊祝福的管道，互搁较侪的人同享恩典的滋养。默想，信靠主的人看起来若像欠缺，却伫欠缺中间若经历上主的恩典效应。信靠主的人看起来若像欠缺，却伫欠缺中间若经历上主的恩典效应。咱来祈祷，主爱天父，你是袂轻易发怒、满有怜悯的神。你的管教是一时赐福一世人，愿我的生命得你喜悦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